大家最近有冇發覺，曾經俾所有人當成亞洲金融中心、遍地黃金嘅香港，呢2、3年喺網上嘅風向，突然嚟咗個180度大逆轉。以前大家講起香港，腦海入面浮現嘅都係中環着住西裝嘅精英、中西合璧嘅法治社會，同埋使極都使唔晒嘅政府財政盈餘。但係如果你打開最近嘅新聞，或者上各大社交平台畫兩嘢，映入眼簾嘅關鍵詞居然全部變晒做財政赤字、離奇蒸發、執笠潮、撤資潮，甚至仲多咗個聽落極之諷刺嘅新代名詞，叫做雞棚之都。呢啲真係唔係大家喺網上隨便抽下水咁簡單。如果你認真攤開官方公布嘅真實數據，你會發現成個情況嚴重到令人倒食一口涼氣。香港過去引以為傲、底厚到可以頂得住幾次金融海嘯嘅財政儲備，喺短短幾年間，竟然好似變魔術咁離奇蒸發咗幾千億。同一個時間，官方大鑼大鼓話要轉型，要打造全球虛擬資產中心，要引進世界級重點企業，要搞百花齊放嘅城市經濟。結果大家見到嘅現實，卻係號稱歷來最大嘅虛擬幣交易所，直接引爆幾十億嘅詐騙大鑊。高調引入嘅重點企業接二連三爆出空殼疑雲，甚至清盤破產。街頭巷尾嘅鋪頭一間跟一間拉閘，連老牌連鎖餐飲同零售巨頭都要排住隊執笠。呢一切到底係點樣發生嘅？幾千億公帑到底流咗去邊？點解一個曾經制度最健全嘅國際金融中心，會一步一步淪為某啲人眼中嘅新型詐騙樂園？今日我哋就用最接地氣嘅方式，將香港呢幾年由庫房大出血、政策迷航到全城瘋狂、搭雞棚嘅底層邏輯，一五一十同大家拆解。我哋首先要睇下嗰個最震撼眼球嘅數字，就係香港庫房嘅離奇大失血。大家可能唔知，香港政府以前喺全球政府入面可以話係出晒名嘅守財奴，甚至係有錢到唔知點使。喺2018至2019年嘅高峰期，香港政府嘅財政儲備一度衝破11000億大關。11000億係咩概念？即係就算政府整28個月完全零稅收進帳，單靠存摺入面嘅老本都可以維持全港公務員人工、醫療、教育同公共基建嘅正常運作。嗰陣時嘅財政司司長每年最煩惱嘅唔係冇錢，而係盈餘太多，會俾市民鬧點解唔派糖、唔退稅。但大家估下，由嗰座高聳入雲嘅金山跌到今日，仲剩低幾多？根據官方最新統計，香港嘅財政儲備已經一路暴跌到得返6000億左右。換句話講，短短唔夠5年，有超過5000億嘅真金白銀就喺全港納稅人眼皮底下硬生生蒸發咗。如果將個時間軸拉長啲睇，呢5000億嘅消失速度簡直誇張過開大水喉放水。更恐怖嘅係，而家香港已經連續幾個財政年度出現1000億級嘅巨額赤字。原本政府預估赤字得幾百億，點知結算出嚟次次都翻倍爆表。好多人第一反應會問：呢幾年唔係因為疫情咩？全世界政府都派錢補貼，搞防疫使多咗好正常啫。冇錯，防疫開支確實使咗好多，各類消費券都發咗幾百億。但如果你以為呢5000億全部使晒喺老百姓、補貼喺民生度，你就太天真啦。呢個背後最致命嘅放血位，其實係香港過去幾十年賴以生存嘅財政底層邏輯已經徹底崩潰。香港長年以嚟行嘅都係極低稅率政策，薪俸稅同利得稅都好平。咁政府靠咩去養咁大個公務員團隊同起基建？答案就係賣地。香港過去嘅財政核心，本質上就係一套建立喺高地價、高樓價之上嘅土地經濟學。市道好嗰陣，求其喺中環、啟德或者九龍賣一塊商業或住宅地，進帳就係幾百億。發展商捧住大疊現金爭住要。但呢2、3年，隨住高息環境、外資撤退、樓市入冬，地產商自己嘅資金鏈都自身難保，根本冇人敢去投地。結果就係、政府編預算嗰陣好樂觀，預計今年賣地可以賺800億、1000億，點知年尾埋單一看，成個財政年度賣地收入居然得返慘不忍睹嘅100-200億，甚至連續幾幅100億級地王直接流標收場，地產商用腳投票，政府啲地賣唔出，地價收入直接斬完再斬，收入呈斷崖式暴跌嘅同時，政府嘅固定開支卻好似架失控列車咁停唔到，公務員照加人工，各類大型基建動輒幾千億起跳，例如咩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填
海，求其一項都係無底深潭。一邊收入俾人斬斷大動脈，另一邊支出好似踩行友咁狂飆，庫房嗰少少老本又點經得起咁樣折磨？在庫房急速放血，地產同金融兩條大柱一齊熄火嘅情況下，官方極度需要考到全新嘅經濟增長點，去向外界證明香港依然充滿活力。於是，一場席捲全港嘅轉型大騷正式拉開序幕。而呢場大騷嘅兩大主角，一個叫打造全球虛擬資產中心，另一個叫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只不過邊個都估唔到呢兩張原本諗住用嚟救命嘅王牌，最後竟然演變成一場場令人啼笑皆非嘅荒謬鬧劇，甚至令香港被冠上雞棚之都嘅稱號。講到呢度，要同大家解釋下咩叫雞棚。喺香港嘅商場術語入面，搭雞棚即係指一種包裝到好靚嘅騙局，或者空手套白狼嘅套路。通常玩法係租間好高級、好氣派嘅寫字樓，幾個名頭好響嘅外籍專家或者政商名人企台，再配合鋪天蓋地嘅公關宣傳同炫目嘅概念術語，將個完全冇盈利能力甚至根本唔存在嘅項目吹成未來世界級嘅獨角獸。佢哋嘅真正目的根本唔係做生意，而係利用呢個靚絕嘅棚架去呃投資者嘅本金，或者套取政府嘅高額補貼同低息貸款。等到 cap 夠水，撈得七七八八，個棚一拆，搞手拍拍屁股走人，留低成地爛攤子同血本無歸嘅苦主。而香港呢一兩年可以話將呢種雞棚文化玩到出神入化。最經典嘅重災區就係官方大力推動嘅創科同虛擬資產領域。將時間撥返去2022年底，當時全球虛擬貨幣市場啱啱經歷幾間大機構接連爆煲嘅寒冬，新加坡等周邊地區紛紛收緊監管，採取保守策略。點知香港政府反其道而行，高調發表虛擬資產發展政策宣言，大聲話俾全世界知香港要擁抱區塊鏈，擁抱 Web3，要做全球虛擬資產中心。嗰段時間，全港沉浸喺一種好亢奮嘅氣氛入面，官方連環搞咗多場規模龐大嘅金融科技周、數字經濟峰會，各路幣圈大佬、風投機構、KOL 推手蜂擁而至。但當官方大開中門、大派政策紅利嗰陣，正規嘅跨國大機構因為法規同合規成本仲喺度觀望，偏偏嗅覺最靈敏嘅各路江湖騙徒同吸血鬼已經聞到血腥味，第一時間衝入香港。佢哋發現而家只要身上貼住 Web3、去中心化金融、AI 呢啲潮流標籤，喺香港就暢通無阻，甚至仲可以攞到官方同半官方活動嘅背書。於是震驚全城嘅 JPEX 綠石交易所大騙局就咁橫空出世。呢間平台喺全港鋪天蓋地落廣告，地鐵站、巴士車身、中環大廈外牆，全部都係佢哋遞明星、名網紅代言嘅巨型海報。佢哋聲稱持有各國牌照，保證年化回報高達10幾甚至20幾厘，仲喺全港最旺嘅地段開咗10幾間裝修極度奢華嘅實體找換店，專門吸引嗰啲對區塊鏈一知半解但又想賺快錢嘅師奶、退休人士同後生打工仔。喺長達幾個月入面，呢個平台喺香港大搖大擺吸金，甚至大搖大擺參展各類官方支持嘅科技展覽，直到最後資金鏈斷裂，投資者發現根本提唔到款，大家先驚覺呢間所謂嘅國際頂級交易所由頭到尾都係一場徹頭徹尾嘅龐氏騙局，涉案金額高達10幾億甚至幾十億，受害人超過2000幾人，成為香港歷史上涉案金額最龐大嘅詐騙案之一。JPEX 案爆發之後，大家以為只係個別事件，政府點都會收緊把關啦。點知完全冇。接落嚟幾個月，各類換湯不換藥嘅平台好似打地鼠咁湧現，有的打住外國知名基金旗號，有的話研發出革命性公鏈，呃完幾億就捲款潛逃。原本官方期待嘅全球虛擬資產中心，現實入面竟然淪為國際騙徒最肥美嘅提款機。嗰啲滿懷希望將棺材本買樓積蓄擺入去嘅街坊，最後只能去警署排隊報案，欲哭無淚。如果話虛擬貨幣爆煲，仲可以賴新興科技難監管，咁喺招商引資呢個傳統強項上嘅接連炒車，就真係令所有人睇清香港行政體系嘅進退失據。為咗解決外資撤離、經濟動力不足嘅困局，特區政府前2年大搞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話要主動出擊去全球搶企業、搶人才，開出極度優厚嘅地價、稅收同資金補貼，吸引全球高科技企業落戶。
官方其後仲好風騷咁公佈，話已經成功引入幾十間重點企業，預計帶嚟幾百億投資同幾千個高薪職位。當時啲新聞稿寫到天花亂墜，好似香港聽日就會變身成東方硅谷咁。但隨住傳媒同專業機構深入起底呢啲所謂嘅重點企業，個劇本又向住魔幻嘅方向狂奔。大家發現名單入面好多企業根本唔係咩國際巨頭，大部分都係喺內地本身已經深陷債務危機，或者喺行內根本排唔上號嘅2、3線公司。更誇張嘅係，有啲公司連基本嘅產品同穩定盈利都冇，純粹靠一份靚靚仔仔嘅 PowerPoint， 幾個好聽嘅科技名詞，就成功攞到香港重點企業嘅光環。最經典嘅例子就係一間號稱擁有全球頂尖車用電池技術嘅高科技公司。呢間公司喺簽約儀式上被捧為香港綠色轉型救星，政府甚至打算批大塊地同俾政策支援。點知高調亮相冇耐就被傳媒踢爆，佢喺內地嘅母公司早就債台高築，甚至被內地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相關專利技術亦爭議極大。最後呢間公司喺香港嘅項目不但冇進展，仲傳出辦公室人去樓空，資金鏈斷裂。仲有其他引入嘅生物醫藥或者 AI 公司，前腳喺香港搞完隆重嘅落戶儀式，後腳母公司就喺海外市場爆出股價暴跌，大規模裁員，甚至被申請清盤。呢種重點企業連環破產爆煲嘅奇景，喺以前嘅香港簡直係天方夜譚。以前香港投資推廣署審批極之嚴格，國際大廠想入嚟都要爭崩頭。而家為咗交靚個招商 KPI， 各部門好似只要有人肯簽約就盲目開綠燈，結果引嚟嘅唔係真正嘅產業巨頭，而係一批又一批精於政策套利，專程嚟香港搭雞棚補貼嘅投機分子。而呢種只顧表面風光，唔理實際效益嘅作風，更加蔓延到官方最引以為傲嘅盛事經濟上面。呢2年官員最常掛喺嘴邊嘅就係要將香港打造成國際盛事之都，每個月搞幾十場大型活動，由國際巨星體育賽事、藝術展覽到無人機表演、巨型充氣裝置，希望借此吸引大量過夜旅客嚟香港消費，帶動零售餐飲。出發點好似好美好，但實際執行出嚟卻變成一場場由全港納稅人埋單，最後淪為國際笑柄嘅鬧劇。最震撼全球嘅莫過於嗰場全城矚目嘅球王梅斯訪港表演賽，政府使咗幾千萬贊助兼宣傳，全場近4萬名球迷俾咗幾千甚至過萬銀買飛入場，結果球王全場坐足90分鐘板凳，1秒都冇落場，賽後連握手致意都冇就走人。點知幾日之後喺日本嘅友賽就生龍活虎踢咗半場，呢場被全港寄予厚望嘅體育盛事，最後演變成全場大嗌退錢嘅國際公關災難。仲有嗰啲使咗幾百萬公帑嘅裝置藝術，好似喺中環海濱擺嘅巨型充氣裝置，一揭幕就被市民嘲笑似足墳場。又或者原本宣傳話喺維港搞嘅無人機同煙花匯演，屈啲就因為天氣或者技術問題喺最後一刻臨急取消，搞到喺岸邊等咗幾個鐘嘅幾萬名遊客食白果，鬧聲四起。呢啲所謂嘅盛事，表面睇落熱熱鬧鬧，打卡人頭湧湧，但香港本地商戶根本分唔到杯羹，因為而家嚟香港嘅旅客消費模式已經徹底唔同晒。以前嚟香港係掃名牌包包、買珠寶名錶、住5星級酒店，而家大部分旅客都係特種兵式旅遊，日頭喺網紅景點打個卡，買個10幾蚊嘅菠蘿包或者手搖飲品，夜晚即刻搭高鐵或者口岸巴士返深圳瞓，完全唔會喺香港過夜消費。與此同時，香港本地有高消費力嘅市民，每逢週末同長假期就出現報復性北上消費潮。每逢星期5下晝，各大通往深圳嘅口岸就被幾十萬香港人逼到水泄不通，大家寧願坐1個鐘車去深圳食海底撈、行山舞、揼骨水療，都唔願意留喺香港消費。因為喺大家眼中，香港而家物價貴、服務質素差、強人意、性價比完全比對面海碾壓。呢種本地人唔肯使錢，外地人淨逛唔買嘅雙重夾擊，直接引爆本地實體經濟嘅全面崩潰。呢啲絕對唔係危言聳聽，只要你而家去一轉尖沙咀、銅鑼灣、旺角呢啲傳統核心商圈，行入街巷睇下，整條街都貼滿招租、頂
領手嘅紅紙。根據業界自己估計，過去1年全港執笠嘅食肆同零售鋪頭超過幾千間，連開咗幾十年嘅老字號酒樓、大型連鎖健身中心、老牌戲院都一間接一間無預警停業。基層實體經濟喺度滴血，中產忙住賣樓移民，後生仔對未來感到迷茫，但高層官員依然沉醉喺自己編織嘅數據幻象入面，每日喺電視宣佈又引入咗幾多間企業，又搞咗幾多場盛事。呢種官方宣傳同民間感受之間嘅巨大落差，先係令所有真正關心香港嘅人感到最痛心、最絕望嘅地方。回過頭睇，香港今日之所以陷入庫房蒸發幾千億、各類金融科技雞棚橫行、實體經濟全面萎縮嘅困局，根本原因並唔係香港人唔再努力，亦唔係香港突然冇咗地理優勢，而係香港過去賴以成功嘅核心基石喺呢幾年間被徹底動搖。香港過去點解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點解全世界嘅資金同人才都肯湧過嚟？唔係因為呢度嘅官員識搭雞棚做宣傳，而係因為呢度曾經擁有全亞洲最獨立且備受信任嘅普通法司法制度、最自由透明嘅信息流通、最專業高效嘅公務員團隊，以及最清晰可預期嘅市場規則。喺嗰個年代，全世界嘅投資者好清楚，只要將錢放喺香港，私有產權會得到最嚴密嘅保護，合約會得到最嚴格嘅執行，政府唔會隨意干預市場運作。但當呢啲無形嘅制度優勢慢慢褪色，當政治正確開始凌駕於專業判斷之上，當原本嚴謹嘅市場審查變成咗為追 KPI 而飢不擇食嘅招商大躍進，香港就無可避免失去對真正優質跨國資本嘅吸引力。而當優質資本同專業人才選擇離場或者觀望嗰陣，留低落嚟嘅真空期，自然就會被嗰啲精於投機轉型、專門利用政策漏洞嘅騙徒同雞棚專家所填補。呢5000億庫房儲備嘅蒸發，唔單止係一串冷冰冰嘅數字損失，更係一個極大嘅警鐘，標誌住香港過去幾十年嘅經濟神話正面臨前所未有嘅解體危機。如果決策者依然唔肯正視問題本質，依然只係諗住靠搭幾個嘅花架子，引入幾間空殼重點企業，搞幾場熱鬧但空洞嘅盛事嚟粉飾太平，咁呢粒曾經無比璀璨嘅東方之珠，恐怕只會喺雞棚之都嘅泥潭越陷越深，最終徹底失去昔日獨一無二嘅光芒。呢場關乎香港命運嘅重大轉折，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深思，亦值得所有喺商業世界打拼嘅投資者引以為戒。